舊年賣緊170萬嘅珠海豪宅，而家推出公底貨，總價大概係120萬。我哋先睇下咁嘅景觀咧，東南朝向望翻過去咧，就係珠海嘅市中心，25公里就可以去得到拱北關口，大概係25分鐘嘅時間。你哋留意少少我講嘅一個交樓標準嚇。先由門口同你哋介紹啊，呢一個3房戶型咧，用嘅係呢一個厚重嘅一個裝甲大門咧。入翻嚟由我哋背後一路延伸過去有3米，都係呢一個木質嘅收納櫃以及鞋櫃。嗱，我哋中間留一個位置俾我哋放鎖匙等等。左手邊嘅廚房 L 字形嘅佈局，呢個位置可以放雙開門嘅大雪櫃。3房足夠空間俾你放一個大雪櫃嘅，3件套配備齊全，而且我哋櫥櫃嘅質量咧，亦都係相當高嘅，雙星盤出翻去咧係飯廳同埋客廳嘅開間，感受下擺咗4人嘅餐台，中間呢個過道咧仲係比較充足嘅。入翻嚟咧係客廳嘅空間，3.5米嘅開間。我哋全屋所見到嘅呢一個護牆板都係交樓標準，電視背景牆嘅係我哋餐廳嘅，亦都係。另外而家我哋嘅呢個梳化背景牆，全部都係防潮防霉嘅一個護牆板啊，連吊燈、空調全部都幫你做好咗啦。出邊咧就係望住呢個無遮擋嘅湖景。再入去睇下休息區，嚟翻休息區呢個位置，感受下呢一個空間。你睇下佢洗手間係咪相當大啊？已經幫你做好咗鏡櫃，鏡頭所見到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入到嚟第一個客房，呢個客房朝東嘅，所以景觀光線都係特別靚。我哋而家見到嘅吊櫃啦，呢張床啦、書台啊，同埋我哋嘅衣櫃啦，甚至係空調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。嚟到第二個客房，所見到嘅所有櫃，除咗呢一張長墊冇同埋呢本書冇，其他嘅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所以買呢度咧慳時慳功力慳時間，拎包就入住啦。最後嚟到主人房有個比較舒適嘅空間，做咗到頂嘅大衣櫃啦。全屋係中央空調大金牌交標嘅。咁呢一面嘅大玻璃窗咧，望翻小區內沿，樓下都係別墅，以及係種咗相當多嘅百年古樹。目前嘅總價咧只需要120萬咁咧亦都係10零萬嘅首期，月供咧5000蚊都未到，相當容易入手嘅拎包入住嘅豪宅。有興趣朋友評論處溜溜溜，拜拜。